名人房，哇，今天超级紧张哎！我是曲曲，你们好，我是 Rakuten Girls 曲曲。我要先跟这边2位重量级的老师先打声招呼，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来这里。我们要先欢迎我们今天的当家台柱东哥。曲曲你好，各位野球名人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东哥黄宗义。老师好，我先讲，我为了今天这个节目，我有去看你们前面的访谈，好像有跟我的队友一起做一些前面的录制，是不是？是，没错。那您感觉如何呢？其实在这一段时间，主持我们这个野球名人坊这个节目我觉得相当荣幸应该很多的乐天的粉丝会很羡慕我，因为我目前为止收集了相当多的乐天女孩们的主持机会。应该不止乐天女孩吧，应该也有其他队的女孩吧。应该是说啦啦队您算是触及的蛮深的。其实我们野球名人坊的这个节目其实比较热爱我们这个乐天女孩这些女孩们，因为对，就是你们对，我觉得应该说那就不好说了。我就觉得跟你们一起主持，觉得对我来讲是很新奇。不是，我就觉得应该跟你们这样子聊天可以去谈到很多你们在球场上的对棒球的一个认知啦，或者从你们这个舞蹈当中可以得到分享到你们的一些甘苦谈等等我就觉得这个机会是我在不管是教练生涯也好，球员生涯也好，并没有碰到的一个事情。对我个人来讲是相当荣幸。其实我也是这样觉得，我也是因为这个节目，我才有机会跟资深的球评老师一起来探讨我们野球这个部分，因为不然我们通常女孩们只会触及到场边啦啦队，在看台上，我们只限于在看台上，我们都不会到像你们我们之前也有在我们的那个 TV 里面，可能有转播球赛，然后跟着球迷一起去看球赛，那个观点又是更不一样的。那今天我们又有一个重量级大来宾，欢迎我们的钟教练。曲曲你好，东哥好，大家好。老师好。是第3次参加名人坊的节目，所以渐渐的知道东哥的主持的功力真的非常的不得了。尤其再加入一些一些女孩子的一些加入的话，整个节目是非常的生动，所以内容是很丰富，所以我也学习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对不起呢，还是你已经学习到要怎么跟年轻的女孩子们一起来去主持这个节目。这也是学习啊，是。像网络的一些互动，跟乐天女孩还有东哥。这个可以说是第2次了，但是每一个女孩有每一个女孩的风格，她不一样，但是她带动整个节目的一个方式，她有她自己的一套，譬如东哥以他目前的一些这种经验来讲的话，真的是出神入化了，深入浅出了，所以女孩们要小心了。什么叫做女孩们要小心？老师，我插个话了你不要叫我东哥啦，你给我阿东的我没办法授受不起啦。我这个晚辈的被这个长辈叫东哥的话，我会折寿了。你叫我阿东就好了啦。可是我觉得不太一样我今天本来想说，我们平常是用一个很活泼的角色来带入这个节目，但我今天想要用一个像你们一样资深，就是那种主播的感觉，你觉得有可能吗？有可能啊。你要跟为什么？应该说你要一般不一样的一个主持方式的话，一般来说的话，大概都是坐在椅子上面的。你今天比较特别一点，你就站着好了，立正站好，不要乱动。我在全场吗？你就比较不一样。你要给我们的这个野球名人坊的朋友一点福利，看一下你的整个一个 body， 让他们就觉得哇，今天的曲曲的整个主持风格不一样是跟人家不一样，是站着，对啊。
我们节目走到这个部分了，是不是？尺度开始越来越宽了。没有，不断的改变了，不像老师讲的嘛，会。我今天有穿我们乐天的，就是我们母亲节的那个粉红色那一套 Rakuten Monkeys 的帽子。然后我今天的打扮呢，还是要有跟球有关系，这是我们的 Rakuten 的对嘛球衣。OK， 介绍的相当好哦。那个节目，我如果站起来的话，就可能你看是不是？各位朋友们，你们要感谢我。你看，我帮你们争取那么好的一个福利。当然，这个喜欢你们的这些朋友们，应该有争取到这个福利，包括我自己，应该也有这个有这个福利啦。我觉得好，对哦，太开心了。老师，等一下，我先吃个药。太久了，老师。心脏不舒服，我吃个药啊，安定一下我的心情。你怎么随时随地可以拿出药来啊？喂，这不是啦。好了，健康食品，啊，降血压，来，我们现在还是要回归正题。OK， 你们上一集有预测选秀，对不对？没错。那这一集我就要来看看老师们预测的如何了。我们来做一个预测选秀分析。好的，没问题。好的，我们来进入主题。我跟你讲，我有做功课的。真的。这一次的选秀第一轮大概就大家心目中大概是我们猜的那个样子。那第二轮重点来了，第二轮是我发现是不是大家都先选择未来？第二轮几乎都是高中生欸。从以往的这样的选秀，当然就是因为今年旅外的选手归巢的一个人数是比较多一点的，大概在第一轮这部分都会摆在即战力这部分这一块了啊。那当然第二轮的话，当然就是希望说去选择他们比较有未来性的、有潜力的选手来去做这个选择啦。那当然就刚才就像曲曲讲的哈，就是以高中生为主，其实他们也有可能也是球队在近期当中的一个即战力的球员了。所以说在整个角度来看的话，那球团这边才会以高中生的一个选择会比较高一点嘛。有没有跟你觉得有落差特别多的？就是可能你本来觉得说这位选手你看到他了，但是球队没有选到遗珠。对，像这部分的话，我们先请教钟老师，毕竟他在这个球界，包括在这个对高中生或是现役的选手来看的话，或是包括球队的一个战力上会比较清楚一点。这是我们这边要请教一下老师。第二轮的话，比较意外的就是富邦选王以诚了哈，这个就是三垒手的一个比较身材很好的一个打者了哈。是，本来未来性就是看看能不能够复制像张泰山这种类型的，就是三垒炮这样的一个人选啊。是，王以诚的话是比较出乎意料之外了啊。那其他的话，当然顺序的话，就以中间的一个投手啦、捕手啦、游击啦，或是中外野这个中线的选手为主的话，剩下来的话就是这个投手的部分应该都是按照比较有未来性的，你像说乐天选邱俊威，中信选陈志杰。那统一的话就选捕手张翔，味全的话就曹大帅的儿子曹佑齐，这个都是本身身材也好了，投手的速度啦，还有稳定性的话，都有一定的水准。那捕手的话，统一选的这个捕手也是这一届的高中里面数一数二的捕手张翔，所以可能都是选到他们自己球队认为很满意的选手。说到要以球队本身战力的角度去补强的话，他们如果觉得满意的话，他们就是最好的选择了。其实在观察这些选手的一个过程当中，最伤脑筋最辛苦的大概就是球探这一块。没错，因为我要这个选手，但其他球队要这个选手啊，可是我又不能就是说很明显就是让大家知道说我要选这个选手啊。
当然从这个选择来看的话，就像第2轮第1个顺位的王以诚啊，我本来想说应该是在我选择上应该富邦悍将会选择成绩里外的球员曾仁和，可是对，到最后他是选择就是比较接近，就像钟教练讲的哈，可能就是富邦悍将急需要未来类似张泰山这样的一个大炮型的一个选手来去做一个这个培养。那当然这个是一个球队的一个角度啦，或者是他们球探这边回报给球团的一个讯息，才做最后的一个这样的决定啦。我就觉得应该球团这边都有他们的一个想法啦，或是未来球队战力上的一个布局啦。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个样子。讲到未来的布局，我有发现就是他们各队选择投手几乎占1半以上耶。对呀，对不对？所以其实投手这方面的问题，其实是各队的算是必须要急需赶快调整的一个步伐跟步骤，对不对？其实要听听钟老师的一个看法啦。欠缺投手战力，我看是每个球队都欠缺啦。但是你要考虑的就是以高中为主的话，就是还是要以培养为主。你一下子说高中毕业以后，就要拉到一军来当做主力的选手的话，这个难度比较高一点。是，因为毕竟18岁你像在美国的话，都还在小联盟1A、2A 在打基础啦。那国内的话，当然投手的部分每一队都很缺啦，尤其是中继投手啦。但是你中继投手你没有很稳定的压制能力的话，后面会出问题啦。都需要一些时间的历练，打好基础以后，才会在职棒的一军的场面里面稳住阵脚了。不然的话，你要一时之间要出人头地有难度了。的确是哈，其实我这边有一点点的一个看法，就是说哈，其实在这一次选秀这5队的选择的一个状况来看的话，富邦跟中信这边，尤其是富邦球队他们现在比较急需的就是总冠军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啦。可是在这一次选秀，除了江少庆之外，那其他选手并不是他们比较急需要的一个即战力。让我这一次觉得富邦悍将的选择上有一点比较大的一个疑问啦。因为富邦悍对啊，因为富邦悍将因为真的球团那么应该说那么用心在经营这个球队，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在透过选秀的一个制度当中，能够选择到更多的一个战力的一个选手，然后在比较短的时间内看能不能去帮公司争取到一个总冠军。我是觉得这个富邦悍将比较急需这一块了。那乐天队因为他们有成绩，本来过往的一个成绩本来就都有好的一个表现，他们有3连霸啦，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战绩啦。如果是以选秀的一个制度来看的话，当然他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我们这个战力比较欠缺投手的话，我们是不是以投手的角度来去做选择？其实他这一块选择的相当好。有，我们大概乐天就选了5位。对，他这一次的选的这个选手这个选手，我是选的相当漂亮。对，我可以透过，因为他们之前有一个好的一个成绩嘛，他们下过很多次的总冠军，可以他们在选秀这个制度上，可以用这个角度来去把这个战力慢慢把它提升上来。所以说我这次他们选择的选秀的一个来看的话，就选择的相当漂亮。那中信兄弟本来他们的战力本来就有一定的一个实力的啦。那以目前的选秀的一个人选来看的话，也是照球队的整个模式来去做选择。那是我是觉得感觉比较平均。对，我是觉得还 OK 了。对，补选的地方。那统一狮队，因为他们去年有拿下总冠军了，整体来讲的话，这一批的选手的整个一个实力，当然是还是维持在一定的一个成熟的角度了。那在选秀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也是照他们的一个步骤来去做这个选秀的一个选择啦。我就觉得这方面
这个同一师队也应该是算没什么误差啦，都应该都要他们的选手了。那味全龙队的话，因为他们今年才刚加入这个职棒嘛，那在需要有很多没有前期的那种对压力，对，没有那种什么战绩的一个压力，可以在这个选秀的一个制度当中去选择比较有未来性的选手啦，或是有潜力的选手来去做选择啦。所以说，这5队的一个选秀的人选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乐天、中信、统一、味全都有达到他们应该有的一个选择的一个角度。那只有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富邦悍将这边了。那当然，这个球团有球团的一个经营的模式啦。当然，我们就是用这个角度来去做一些分析啦。让球迷朋友来去做这个讨论的一个话题。这是我的看法了。对，那你讲到了，那我们请教钟老师好了。像我们选秀补进来一定都是下半季了嘛？我们现在复赛之后还是打上半季，然后那你感觉球团选的未来前瞻性的这些选手们，他们未来可以帮球团补强什么样的部分，或者是说有没有你们觉得这没有在这名单上面的？其实我原本的预估啦，这一次的选秀就不会说选很多轮，可以说参加的人数有157位，选了37位了对，所以有120位没有选上。那这个遗珠120位里面一定有，但是你说球团他每一年都要选很多人，这也很困难，因为他本身他编制内的选手也都很有竞争力，也都在二军奋斗了你包括我们阿东的小孩还在统一师的二军也在奋斗了没错，黄昭熙对不对？那你又一下子补了一堆人，然后在年终以后开始要淘汰，又要淘汰好几个，这样对原本你选进来的选手也不公平。那你说一下子说你这个选训说每一个都要上一军，我看很难，连2轮的选手有机会了。你说在后面的选手，你要像王威成一样，突然能够来到一军有发挥。这球评你那阵没第1轮就算你，这个都是内部竞争很强了。但是你选手的造化要把握机会了，那你要让人家看见，就是比赛中你要有亮点你能够打全垒打，然后又能够盗垒，对不对？本身手背又好，要让球团不用你都很痛苦，那你就成功了对不对？对，那你讲到这个，你们说大概第1、2轮的比较有机会上一军，对不对？但是我们乐天有一个第7轮魔法，你知道吗？朱玉贤啦，这个我知道。对呀，就是第7轮才被选到的，但是他成绩特别亮眼。像我们今年的第7轮选到的是张子萱，对，子萱。好，那我们就来期待一下，会不会给他压力啊？应该是不会有压力啦。当然，稍微我补充一下刚才这个钟老师的那种话题其实我就觉得在整个每一年的一个选秀来说的话，有很多的选手大概并没有顺利入选到加入职棒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我觉得都是一个遗珠啦。然后相对的每一年的一个选秀，可能会对其他球队的一些二军的这个球员会有增加更多的一个压力，跟没有定数的那种这个心情我懂，就是觉得为什么？我都还没有站稳，怎么又有新的人进来了？对，反而是一种给这个二军的选手非常大的压力。这个也是我们台湾职棒的一个生态啦。应该是说，我们每一年的一个选秀的这个机会当中，选择到很多的可能优秀的选手啦，是不是让他们在加入职棒之后有比较大的一个环境，让他们去做一些训练啦，或者是去做一些比较大的空间来去这个发挥他的一个球技啦。对可是呢，反而就这样的一个问题当中，反而加入到职棒之后，可能
可能1年2年比较没有出赛的一个机会，或者是没有上到一军的一个机会的情况下，就会被淘汰。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制度一定要做一些改变，是不是要朝着可能会有2军啊、3军这样的一个制度，来慢慢来去激发这个选手的一个实力，或是他的一个潜力。因为有的时候选手并不是说在很短的时间内，他的实力就会很快就能够爆发。对。也许他不是猛爆性选手，对，有可能如果他有一个爆发的一个机会的话，就像这样第1轮啊、第2轮啊，这些选手是有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可能他们会有算是一个集战的，可能会对球队有这个贡献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可是进入到3轮、4轮之后的选手呢，他们是不是变成就是说，我来到加入职棒之后，变成陪公职练兵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呢？所以说，当然我们希望说，这个球团这边就是慢慢把整个训练的这个制度慢慢去做一些改变，不要说为了去透过选秀选择这些人来去淘汰原先在职业球队的选手。我觉得应该是要去做一些替换，多重于培养，对，而不是再去说给他们压力淘汰他们，应该说我们在这个环境要越来越成长茁壮。对。但他们就说，当他们被球队这个类似这个释出之后，但他们有一种这种心服口服，就觉得说我真的达到我的一个极限了 ，OK， 我就把我的一个这个运动员生涯就把它结束掉，就转换另外一个跑道这样。好像应该是这样子，因为很多就是例如说被淘汰选手，他们可能会觉得说我可能花了很多时间在专注在运动这件事情上面，但我突然间就没有什么都没有了，会让他们会觉得后面的事情会不知道要做什么好，所以我还是觉得说，我们这个职棒的环境可以更好，这样。现在就说我们现在啦啦队应该会有1军、2军吧？有没有这个制度？我们啦啦队现在目前都在1军啊，毕竟在2军了，对，我只有1军。没有这么多人啦。是啊，我想说在啦啦队有1军、2军呢，我应该说这个。我觉得乐天算是蛮肯培养，就是新人，像我们选进来的新学妹都是跟我们一样站在同一个舞台上面，那他们的努力一样会被大家给看见。你们有没有压力？我觉得后浪一直被前浪这样子，然后前浪快要准备掉，对啊，前浪要准备掉到这个球场里面了，并不是死在沙滩上。不会，我觉得提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神拜像2位大神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因为我们已经是被棒球界淘汰的人了，所以说那前拜。不会，你们的观点跟指教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大家在电视机前面，不电视机前面，在野球名人房前面。这个单元前面的朋友们，你们可以想想说，可以给大家你们想要看什么，或者是你们想要知道什么，或者是想要请教2位神拜什么，你们都可以在下方留言。那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可以在野球名人房跟大家做任何的节目。请说。像你们啦啦队啦，像有一些这个新加入的这些学妹们，他们刚刚加入这个环境的时候，应该会比较紧张啊。你们学姐要怎么去鼓励他们啊，或者是让他们很快能够适应这个环境？我觉得前面的人，像学姐这个身份太重要了，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完了，我会不会进到一个就是啦啦队事件，然后通常听别人说什么，女生的团体啊，心机都很重啊，什么之类的，应该是吧？他们就会很害怕，有没有？坦白说，真的没有，真的没有，真的。语气比较重，真的没有。奇怪，你的黑眼球怎么往上？很像你，不是啦，很像说谎。交给他们是因为我们前面有太长的时间，像我们在 Rakuten 前面就还有 Lani Girls 嘛，我们大概中间累积了10年的舞蹈，那每一年的产量都超级无敌霹雳多。所以他们要一次吸收这么多的时候，他们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对，你们要怎么去鼓励他们？我们怎么去鼓励他们？就是一直不断的陪他们练习。我觉得那是一种心灵上很坚强的后盾。哇，太好了！这些学姐实在是
太棒了，这样值得跟你们去效仿。我为什么会讲到这个话题呢？我也希望说，就是因为像这次选秀会被选到的这些新人们，希望说他们加入这个球队之后，就像这个去讲的哈，就不断的去努力啦，不断去吸收更多的一个棒球知识啦，然后慢慢就会很快能够会去适应这个环境了，你就可以站在这个你想要去追求的一个舞台了。我是要借用这样的一个话题，对，我觉得好像变成是一种适应力跟抗压力要，没错，心理素质要很大，所以你在这个舞台上才能够赶快的融入大家，然后跟发挥你的水准跟实力。没错，没错，这个就是在提醒这次新人选秀这些选手们，就是告诉他们，就是说，因为学长有很多的一些棒球知识，包括一个经验值。你不要吝啬的，就是不要那么客气，也不要害羞，尽可能就从学长身上学习更多的一个棒球知识。我是用这个角度，对。但是我觉得前面的人很重要，因为通常新进的人会觉得他不敢，所以我觉得后面的人怎么做黑眼被白眼变白眼的那种状况你会不会？所以我觉得前面的人是最重要的，因为你要知道人家是不是不敢开口，或者是他其实非常想要得到求助。那我们前面的人呢，就不要摆架子了，我们就直接说，你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尽量的告诉我，我可以帮你就可以帮你这样。因为运动员的生涯其实真的也不长，对吧？就是从大概你们觉得最多可以打多久？感觉你们东哥的话，打个20年应该就算很长。彭政闵也打了差不多20多年。你说要每一个都像他们这样的长寿，然后能够又不容易受伤，然后又有好成绩，这个凤毛麟角了。一个球队里面要出1-2个都不容易。因为你球员就是第一个，你技术有发挥的舞台，再来就是你不能够受伤呢。对，你一受伤的话，你那个技术会掉得很快。对不对？你没有办法练习啊，你很多正常的练习没有办法参加，你光养伤的时间，你看别人把你的位置占走以后，你会急耶。对，而且他们当你伤好了以后，你位置也没有了，对不对？这个不是说这个位置站着就是你的，那个没有这回事，就是你有能力，这个位置就是你的。比赛的话就是这么多的机会。你有能力的话，你就掌握先发的一个机会，否则的话，你要排在后面做一些替补的话，要找到上场的机会，真的很不容易了。你不但是跟自己比，跟队友比，还有跟其他的球队比，所以同一个位置，或许有10几位的选手在跟你比，谁是在这个位置是最好的。这个真的不容易。你说要找一个好的二垒手，还有一个像东哥打得又好，跑得又快，手背又稳定，这个目前看起来，你没有讲到一个重点，闪得最快的那个也不容易。所以好选手啊，你说我们现在这个中华队的要找第2个王建民。谈起来容易，大家也想啊，但是你，说不定这几10年就出一个王建民啊，对不对？应该一辈子就一个王建民啊，对不对？连2年19胜大联盟哪里找啊？不容易，结果没有赚到钱啊，对不对？大条的真的假的？因为他正要赚大条的时候受伤啊，对不对？他如果没有受伤，他那个大的合约应该签得下来。没错，那当然这部分都是老师的一个经验谈那当然是说，希望说在这次被选到的这些选手们能够加入这个球队之后，除了靠自己的一个努力，要如何争取到自己的舞台啦，再就是说，一定要拿出你的一个真本事一定要受到总教练跟教练团的一个信任，我相信你就会有一片天了。我的一个经验分享。
没错，没错，非常谢谢两位神脉的分析跟分享。那我们还有很多话可以聊，我们可以继续看我们的下一集。那我们下次如果有想要，大家想要看什么样的题材呢？大家可以在下方留言。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